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3，旧历的6月24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啉酒醉惹事端，甲警察叫3字经，这当然是无好买。家己中部这个查甫人去朋友遐啉酒，啉到甲朋友起口角，一看到警察来到地，甲警察叫甲只唔歹听，搁安尼瞪伊瞪到摔酒干啊！规个人真无受控制，上尾也是支援的警力到场才甲制服。伊甲警察叫3字经的代价，就是爱关50天，也若无，就是爱摕5万块来放人。美元经3字经，现场的查甫人态度真唱手，拒绝配合。代志发生在嘉义县中部乡这间人业厝，有面中这查甫人去朋友引导啉酒，两人敢是咧冤家，甲警方报警。现场查甫人看到警察一日来，情绪就失控啊！原因要甲扣，倒手甲扭开，无想要配合。配合者，我会使去变数一个无？等下到。武规宝嘛是我刀甲掠起来。一个不嫌酒醉，颠倒好这个女警家己一直扫。父亲2号8让呼叫。你搞啥个？我去变数会使无？继续武规宝，伊完无都将伊掠起来，变女警赶紧用无线电叫人。讯后依妨碍公务罪嫌移送，检察官申请简易判决，嘉义地院判处张居义50天，得1颗罚金。精神了后才知讲代志大条啊！酒醉骂警察3字经，换来代价就是爱关50天。